哪些印象很深的？还有我冲上去，对，所以那个重点你们都有看到哦，有认真的看哦。啊，刚刚表演啊，刚刚有没？亲我啊！觉得一开始要表演就很紧张，表演完了就好像人都轻松起来。我同亲友团又在那拍拍手，拍拍手。其实不觉得怎么，他们就一起鼓掌，就好让我觉得我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阿美良姐哦，绑后，这个表演个绑后，头都会紧张嘛？妈呀，表演下去就都不紧张了。哦，所以大家是表演型的呢。好，那我们真的这次啊，要非常感谢我们的郑汉老师教练，南投灯会耶表演者哦，也请他来教我们。老师，你刚刚有觉得很惊险吗？我觉得很感动。哇塞，这2个礼拜要怎么样子才有办法练成这样子？我们再给他一个掌声好吗？太强了！还有我们的小老师，谢谢。你为什么双眼泛泪？是很感动吗？很感动，而且很佩服，就姐姐们，真的，我觉得都比我还厉害了。我学很久。